幼稚園。B 上幼稚園。D 上幼稚園。B 學的。生 B 學的係啦，生活知識。生活知識。生活知識。認識自己。認識自己。這個世界只有一個你，你是獨一無二的。你的眼睛，為什麼眼睛？係啦，你的鼻子，一個鼻子呢？你的嘴巴，你的耳朵，都跟別人不一樣。你是多麼的特別的。你看，眼睛，你講啊。眼睛。鼻子。嘴巴。You need to wash nails. OK，呢頭嘴巴。嘴巴。耳朵。耳朵。好啦，你是非常獨特的，與眾不同。呢啲咩嚟㗎？呢個咩色啊？橙色。呢個紫色 ，purple 紫色。Auntie love purple. 家人。係啦，你的家人會照顧你，照顧你，讓你感到安全。無論發生任何事，都依然愛你。愛你。呢個係我跟爸爸和媽媽住在一起。我跟爸爸媽媽住在一起。呢個係媽媽。呢個呢？爸爸。Oh, he cried. 呢個 baby， 呢個係寶寶。呢個我媽媽叫我爸爸。母母到我爸爸，因為佢唔識講嘢，不會説話，只能以哭泣 cry is 哭泣講啦，哭泣來表達自己。好，你今天感覺如何？感覺如何？開心。Are you happy？ 開心。疲倦。Tired。疲倦。害怕。害怕 is afraid。害怕。興奮。興奮 is excited。興奮。平靜。平靜係咩啊？平靜係 calm。平靜。傷心，你睇下佢，傷心。傷心係 sad。傷心。憤怒啊！你睇佢咩樣？憤怒 angry。邊個 angry？ 憤怒係咪？憤怒。How about sad？ 邊個 sad？ 有冇人 sad？ 呢個啊？呢個都 sad， 係呢個係緊張。呢個係害羞。呢個係寂寞，都係 sad， 係咪？應有的禮貌。咩叫禮貌啊？講得禮貌。麻煩你。
可以幫我嗎？可以幫媽媽。 Please can you help me？ 想麻煩你，麻煩你，可以幫我嗎？可以幫媽媽。謝謝你。謝謝你。跟住咧 ，sorry，對不起，我知道令你傷心了。緊張的傻笑 ，Silly，傻笑。好啦，你揭啦，你揭啦，你揭啦。傻笑 ，turn the page， 揭啦。揭書係啊！哇，又嚟啦！呢個咩啊？襪子啊 ，socks 係咪襪子？ What color is it? 你話 What 得 color 啦， is it? 你話咧？咩色？橙色、紅色。紅色、呢個 red or orange？ red、 red 係紅色。紅色、紅色，呢個咩色啊？紅。